金手机，精彩的人生。2011年8月间，也就是我的新作品《火种》台湾家乐革命演义发表的进程，无意中收到一个来自宝岛联播网董事长赖正贤的 email， 伊讲伊要访问我，所以爱我简单小解家己，伊才会当准备要安怎甲我做访谈。就安尼，我就简单小解我家己。我介绍家己的出生，坐乌家2摆，甲受酷刑的经过。出狱了后，阁一直追求民主运动、台独运动的过程。刷落来嘛讲，失业的当中，我所过的艰苦日子。过长工受到伊的回批，虽然短短，毋过有一句，互我就安尼改变我的人生态度。你的人生太精彩了，雄雄一看，我煞感觉莫名其妙。我的人生精彩，毋过搁再点点仔甲想，回想伫台湾几若万件政治受难者当中，遭遇甲我同款的，嘛敢若才无几个尔尔。